呢？你们？我是物业管理。你呢？我是邻居。警察同志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家人不知道哪儿去了，可能水管崩裂了，水流到走廊里，一直流到楼下。我们现在只好把整幢的楼水全部关掉，房主又联系不上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这户人认识吗？不知道，根本就不认识。这小区刚盖的，住了好多人都不认识。那这门怎么打开啊？除非把它撬开。敲。撬开了。赶紧过来，社科院小区。对，你上午来那地方，我们在这儿呢。好，等你啊，快点。嘿，李队，来了，哎，好久不见，身体越来越好了。买了吗？哎，肖大姐，你给咱买呢？怎么不认识了？上个月那场强奸案，咱们一块儿破的来着。哎，我去局里打材料，还是李大姐还是肖大姐帮我打的来着，是不是肖大姐？嗨，要说这老马，真是可惜，这是一正经八百的社科院教授啊，人有学问，人缘也好，就这么死了。人都说他不该死。谁该死？嗨，对，我这人不会说话，我该死。谁都不该死。凤凰啊，你带着马慧，赶紧去王爷府2号院，看住那个女的林经理，对，别惊了她啊。李队来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死者眼角膜下有多个出血点，可能是机械性窒息死亡。掐死的？这可不敢说，要等尸检报告出来才能决定。那得明天了。明天？条例规定，死者死亡时间必须超过24小时之后才能做尸体解剖。哎，别不动花啊！穿衣服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还得为了穿衣服啊？
这楼里有鬼吧？一队，我们先撤了。哎，好，撤吧。同一天出这么多事儿，这谁心里不得咯噔一下？怎么迷信起来了？干嘛非得把这2件事要扯到一块儿呢？这社区里边一天发生2起杀人事件，住这儿的老百姓，谁还敢住这儿啊？要是在咱们管片儿，没有人敢住了喽，咱这脸往哪儿放？这可是大事儿，得动动脑子了。说点具体的。这水哪儿来的？442流出来的吗？啊，满单元全都是水啊，全都是从那个房间流出来的。不应该吧？我中午跟何月去陈辉他们家查案子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们家浴室楼上在漏水，我还跟他说了呢，楼上漏水。然后呢？然后他说他跟楼上那个老马关系特别好，楼上老漏水，他也不好意思说了。跟老马关系那么好，老马出事他不出来看看？刚才我出来转一圈也没见着陈辉，这说不过去吧？我当时就觉得奇怪嘛，而且他老婆的表情一直非常紧张。我跟他说浴室漏水，他立刻站起来就要去看，让陈辉给拉住了。这陈辉一个人闷在家里干嘛呢？是不是没在家啊？我给打个电话。占线。会他。走。谁呀？陈先生，我们刑警队的，过来看看你。啊。哎呀，警官，哎，请，欢迎啊。燕儿，来客人了，快倒茶来，请坐。你们好。浴室还漏吗？浴室啊，不漏了，经常这样，我们都习惯了。楼上老马出事儿了，知道吗？出事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死了。死了？楼上老马死了？不会吧？昨天我还见他。是啊。哎呀，我得上去看看。老马平常待我也不错的。我上去看看。晚了，人都拉走了。这太可惜了，这人说没就没了呢。多好的一个人呢，真是太遗憾了。李队，我是。刚才陈辉给一个叫杜德印的人打电话，说要给那人50万，那人没同意，让他等死。那电话是多少？能查到地方吗？电话是外地的一个神州行，查不到具体人，因为时间短，通话地址无法查到。